感谢他们的精彩演出。越剧乃是中国5大戏曲之一，优美抒情的旋律极具江南灵秀之气。接下来有请洛杉矶越剧团给大家带来《四美咏月》The Four Beauties， 表演者邢莹、刘一萌、魏芳、詹晓玲，掌声有请。去。
为见小你可太匆匆，说到那渔阳屁股惊天动，为王者说到漫漫恨无穷，原以为两情深。